80岁，我也能5连绝世，行不行？哎，小朱啊，我看你老叫我们家于途叫于老师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因为好几年前于老师教晶晶打游戏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这么叫的，叫习惯了。晶晶就是这么被于老师给拐走的。他没有跟你们说吗？哟，儿子啊，你还有这个本事呢！你们今后的女儿啊，可不能这么好被骗。阿姨，那不会，得先打得过他爸我才行。你那时候都50、60老头子了，你还跟年轻人打？80岁，我也能5连绝世，行不行？吹牛吧你！于老师，我得开车送晶晶回剧组了。你看看，这快过年了，还接了个戏，以后结婚了可得顾顾家啊。哎，没事，晶晶，你尽管忙你的。这于途在家呢，他能自己照顾好自己。你要是想拍你就拍，不想拍了就在家休息啊，你不用管他，真的不用管。妈，你以前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啊？我以前怎么跟你说的？啊不，你妈跟我说过。你看看，就听晶晶的。对对对，晶晶，就听你的。原来阿姨对儿媳妇的要求就是会照顾好你呀。可惜她一看见你了，就忘记自己的初衷了，太不坚定了。不过叔叔和阿姨对女婿什么要求啊？长得帅就行了吧？那我一出生就赢了。懒得理你。哎，又有火箭发射成功啦，在太原发射场。前几天好像也有火箭在酒泉发射成功。对，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？因为我关注了好多你们行业的公众号呀，像中国航天啊、上海航天啊等等，还有你们单位的公众号。我是不是一个非常合格的航天家属啦？比我关注的还多，必须是了。那你有没有关注娱乐圈的公众号呀？啊？对不起，我失职了。来，现在关注一下。这种不自觉的关注我才不喜欢。而且最近我有一个爱情电视剧要上。哎，算了算了，要是到时候公众号截图一些男女主角亲密互动的话，有人看了不高兴就不好了。你那个也算爱情电视剧啊？开头就分手了，后面说的不是女主角的事业吗？哦对哦，我忘了你看过剧本了。草率了吧？不过晶晶，你接戏不用考虑我，真的，我没事儿。知道了，我不会刻意避开亲密戏什么的，一切看剧本。不过嘴上说着不介意，每次把剧本拿过去仔细研究的不知道是谁。于途，哎，我刚刚翻到你们单位的公众号，发现了这个。我的婚礼要这么办啊！